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07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84天。今天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有了一些变化。法新社援引美国战争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报道说2025年1月俄军占领乌克兰430平方公里的领土，目前正在攻击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州波克罗夫斯克的后勤中心，该中心距离俄军只有2公里，形势比较危急。去年11月，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乌克兰725平方公里的土地。法新社指出说与12月相比，俄罗斯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当时敌人占领了476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俄罗斯1月份占领的地区80%以上位于顿涅茨克州。此外，俄罗斯军队在库皮扬斯克附近东北前线推进了约50平方公里，在长期作为分界线的奥斯科尔河西岸站稳了脚跟。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推进速度在冬季有所放缓。2023年1月，俄罗斯占领了285平方公里，而2024年1月占领了146平方公里。目前俄罗斯攻势的加快表明，自2024年夏季以来，俄罗斯军队一直保持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优势。分析人士还说为应对俄罗斯在2024年8月夺取领土，乌克兰在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州开展了大规模行动。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1月份俄军伤亡惨重，即48240名士兵，损失了这么多人在俄罗斯大规模入侵的整个期间，只有2024年12月伤亡人数最高，即48670名士兵。恐怕当时普京希望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要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所以在这个库尔斯克发动了这个疯狂的反攻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损失。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谢尔斯基受到了上级命令，要求其立即将哈尔科夫州的沃尔昌斯克市以内以及利普奇以北的俄军驱逐出哈尔科夫州。乌军数个旅的营级部队已经抵达该战区。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说乌军要把哈尔科夫的俄军赶出哈尔科夫。这个消息不知道真假很有可能是这个普京要求俄军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3番5次的没能完成任务。到现在为止这乌军占领的地盘还越来越大。为了对冲所以这个俄罗斯媒体做这样的宣传也有可能就是乌军泽连斯基下令谢尔斯基把哈尔科夫的俄军赶出哈尔科夫，你也办不到，所以你不要嘲笑这个普京，不要嘲笑俄罗斯。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呢？这个俄罗斯人对没能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心里还是有点不适应，不能若无其事毕竟普京一而再再而三的下令，那到了现在了还没能将乌军赶出，乌军还越打越勇即便请来了这个帮手司令官的这个士兵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个锅得有人背现在又到了甩锅的时候。这个首先第一甩锅的就是车臣的埃哈迈特这个特种部队指挥官，叫阿劳迪诺夫，他也是俄罗斯国防部的什么政治局的什么副局长。这哥们他不是一直接受这个凤凰卫视的卢宇光的采访，卢宇光老去采访他，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说了，2到3个月内，也就是11月份库尔斯克地区将被解放。事实上呢，到现在为止乌军还牢牢的盯在库尔斯克，那又作何解释呢？这又打脸了所以这个阿劳迪诺夫2025年2月他又表示库尔斯克地区的居民们，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解放这个地区呢？大家看视频Как вы оцениваете это Курск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Долго или скоро? Какое время будет? Я думаю, что в ближайшие 2-3 месяца это полностью все завершится. И причем заверши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Кур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а полностью все СВО. A few moments later. Я в интернете наткнулся там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роликов, где беженцы, здоровые мужики, сидят и вот они предъявляют претензии. Когда вы освободите нашу землю? Я про себя сижу и думаю, елки-палки, а почему ты сам-то не пошел освобождать нашу территорию? 这个车臣人阿劳迪诺夫这发出的是灵魂拷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俄罗斯人，你们不是战斗民族吗？你们不是厉害吗？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解放库尔斯克呢？还让
让我这个车臣人带着特种部队来，完了库尔斯克没有解放，你赖我。你看这个车臣人啊开始甩锅了，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俄罗斯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那是帮忙的，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解放这个地区呢？你看这一下锅就不知道甩哪儿去了。他还有一层意思啊，恐怕就是啊，对那些指责他的人，尤其是俄罗斯的高层呢，五夫一娃什么，指责车臣特种部队的，说他们是抖音部队啊，说他们是绣花枕头，说他们是只会扶老奶奶过马路，只会什么搞后勤、治安战，当个什么督战队啊。这个阿劳蒂诺夫啊，作为指挥官，面临这样的指责和嘲弄，发出了怒，意思就是你行你来，对吧？你们不是很厉害吗？嘲笑我吗？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来把库尔斯克解放了呢？不要小看这个阿劳蒂诺夫这个牢骚啊，或者是嘲弄，实际上这已经反映出俄罗斯军队里出现了裂缝。大家一定要牢记啊，这个瓦格纳这个首领普里戈金啊，当他第一次开始骂国防部的时候，骂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时候，我就说这家伙要造反。事实证明啊，他真造反了。所以不要小看阿劳蒂诺夫的抱怨，这个已经说明车臣的抖音部队和俄罗斯的军队啊，已经开始严重不和，就是矛盾已经没有办法掩盖了。指挥官按道理来说，他应该顾全大局啊，不能乱说，即使有委屈啊都要忍，结果他选择了不忍，就跟那个普里戈金一样。所以从这儿也能看出啊，这个俄乌双方在前线那士兵的压力那是非常大的。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啊，说5万名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将被派往步兵部队进行首次轮换，为准备3年来的首次全面轮换，约5万名来自乌克兰各军兵种的军人将被调往陆军部队，这一数字约占前线军人总数的 20%。 该调令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谢尔斯基于2025年1月11日签署。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此举旨在启动轮换机制，而该机制近年来并未完全运作。消息人士指出啊，我们需要这样做来启动轮换机制，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凸显了公平。你不能把人派到前线之后就一直让人在前线盯着，打死了再抬回来，这个不公平，对吧？得要，因为士兵在前线的高度紧张啊，很容易疲劳，身体心理都会产生问题，所以应该定期的要回到后方进行轮换，进行休整调养。那么这个谢尔斯基啊现在做到了，但是说起来轮换没有那么容易，你哪有那么多部队去轮换？所以他只能从各兵种抽调人员，对吧？派到前线去，把那些坚持在前线3年的士兵啊给他撤回来，挨批的轮批休假休整。这个根据战区报的报道啊，说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否认了《纽约时报》关于朝鲜军队因损失惨重而撤退的说法。这个《纽约时报》不说，这个根据乌克兰和美国官员称嘛，这个情报部门的啊，这个情报说这个朝鲜士兵啊在库尔斯克遭受重大伤亡后被撤离前线。这个布达诺夫啊辟谣，他说啊，目前仍有约8000名朝鲜人在库尔斯克前线与乌克兰作战，不过他说这支部队最近人数有所减少，乌克兰官员正在努力确定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就是布达诺夫他说这些人没有撤离，只是参战的人变少了，目前还有8000人。是不是司令官现在也在观望，害怕跟地保老人绑得太紧，怕被地保老人带到水里了，一起沉下去，所以他现在啊要抽身观望，回到岸上再观察一下局势。毕竟特朗普已经说了要给司令官打电话，这个对司令官来说叫峰回路转呢，对吧？也就是说司令官他有了选择，他没必要跟地保老人抱得那么紧呢，一起投河啊，一起沉下去啊，他已经有了退路。如果他跟特朗普达成秘密协议，那司令官有可能反戈一击啊，说他是被骗的。我本来派着12000人去这个库尔斯克就去参观的，去学习的，结果被逼啊上了战场，被骗了。然后到时候司令官把2个带头的这个朝鲜的那个指挥人员或者将军给枪毙2个，炮决2个就行了，一切责任都推到他头上去，擅自做主，这是一种可能啊，就是司令官至少是在观望。我们再看看这个乌军啊继续轰炸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俄罗斯叫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处理厂遭多架乌军自杀无人机的击中并发生爆炸，该处理厂距离乌克兰约800公里。根据俄罗斯频道夜间报道说，乌克兰无人机啊大规模活动，13架无人机瞄准沃罗涅日地区，43架无人机飞越罗斯托夫地区，8架无人机飞向比尔格莱德地区，预计将对坦波夫、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奔萨、萨兰斯克、梁赞和夏诺夫格罗德地区发动机轰炸。说来说去啊，也就是俄罗斯啊将会遭到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的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现在1年无人机是400万架，俄罗斯的防空短时间内能改善吗？基本上没这可能，所以只有
挨炸的份儿。只要乌克兰的无人机啊造价足够低，成本足够低啊，它炸就是合适的，根本不用考虑，炸的越多越好，因为它便宜啊。现在就是拼流血，看谁血流得多。乌克兰的无人机啊，一架恐怕也就是1万美金，那它是远程无人机，把你的连衣伞炸一下，你的灭火啊，别说损失了，你就灭火，你就得花个10万美金。如果你那个设备炸坏了，对吧？要停产，要检修，要换设备，这个损失就大了去了。不过同样的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它也是这个账，但是啊，由于俄罗斯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还有它的那个巡航导弹，那个造价成本都比较高，因为美西方对俄罗斯是实行制裁，那他为了生产这些无人机和导弹，他就得通过黑市啊转几道手买这些零部件，你说它的成本多高？而乌克兰这边呢，它的防空力量啊不停的在增强，这个意大利啊、德国啊、美国还在不停的支援这个乌克兰这个爱国者还有其他的防空系统，所以你这么一对比，你就发现谁失血会更多呢？双方都在流血，那显然是俄罗斯的血流得更多，但乌克兰是有人给他补血的啊，有40多个国家在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呢没有援助他的，都是占他便宜的。俄罗斯自己忍痛啊，一边流血，他还要支援印度的建设，把那油卖给收回了一大堆卢比，能干啥呢？换印度神油。这普京啊也是含泪啊抹神油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他说啊，现在冻结乌克兰战争将使俄罗斯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并可能攻击另一个欧洲国家。这个丹麦的这个女首相很厉害啊，她把丹麦所有的武器都捐赠给乌克兰了。有很多黄俄笑话丹麦，说你看啊，你把武器全部捐给乌克兰，然后你那个格陵兰岛现在守不了了，特朗普要霸占格陵兰岛。这个黄俄啊，小粉小红正能量，只是最喜欢看这种笑话。实际上丹麦的那些武器，即便他不捐给乌克兰，难道他能靠那个去保卫他格陵兰岛吗？跟美国对抗，人家在格陵兰岛上就有美军基地。光说格陵兰岛，那特朗普更多的是 PUA， 是嘴炮，无非他想多占点便宜，他是个商人，他这顶多是要利，这俄罗斯是要命呐，孰轻孰正，难道丹麦人还搞不清吗？不光丹麦是这个态度啊，这个捷克也是这个态度。2月5日消息啊，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啊表示，乌克兰停火将使乌克兰失去在欧盟和北约的地位。这位外交部长在欧洲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表达这一观点。捷克外交部长写道啊，这冻结俄罗斯领土扩张成果或剥夺乌克兰在欧洲和跨大西洋共同体中合法地位的停火，将是对克里姆林宫的奖励。这位捷克外交官还呼吁乌克兰拒绝任何无视主权、正义和问责原则的谈判。他表示啊，这些原则对于乌克兰和欧盟共同未来至关重要。利帕夫斯基啊还强调，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是一场零和游戏，双方不可能同时获胜。你看看啊，丹麦、捷克是这个态度，就是建议乌克兰打到底。说通俗点啊，你不把俄罗斯打败，那欧洲就永无宁日。波兰呢，波罗的海3国呢，就更别说了啊，人家是直接用行动来支持。芬兰也很坚定啊，就是所有挨着俄罗斯的这些国家，一个比一个坚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乌克兰输了，一旦乌克兰接受了这个屈辱的领土混合比，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那下一个就有可能是他们，这个没跑啊，所以他们都清楚得很。我们看看德国啊，德国电视2台前线新闻社委托瓦伦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啊，说所做的代表性民意调查显示，67%的德国人支持德国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27%的受访者赞成德国向基辅提供更多军事支持，40%的人认为德国应该像以前一样继续支持这个遭受俄罗斯攻击的国家，也就是德国支持乌克兰啊，那是有民意基础。德国人知道，如果让俄罗斯得逞，他们迟早有一天要直接面对俄罗斯啊。所以这个欧盟的副主席啊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他在欧盟大使会议上就说了，无论你在世界哪个地方工作，或者你离乌克兰有多远，重要的是我们都要了解俄罗斯在那里的真正意图。乌克兰必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为普京想要整个乌克兰。那至于英国的态度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斯塔默啊，对吧？首先他跟乌克兰签了个100年的合作计划，也就是永远支持乌克兰，只要你打，我就想办法支持你。光说还不行啊，你看最近啊，一直在给乌克兰更多的援助。法国将投资在乌克兰生产最先进的重型侦察轰炸机，这个轰炸机据说啊非常先进，这个一次载弹啊5吨重，这叫重型轰炸机。欧洲国家指责挪威给予乌克兰的帮助太少，这个挪威很有意思啊，在欧洲啊，挪威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为什么这么说啊？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开始
始大量从挪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以制裁俄罗斯。就本来他们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的，因为要制裁俄罗斯啊，所以他们转向挪威。而挪威本身几乎不用石油、天然气，而大量发展绿色能源。根据有的机构测算啊，在这一波制裁俄罗斯油气就是能源的3年中啊，挪威额外赚了1130亿美元的利润，这个是真正的啊赚钱了，这是叫泼天的富贵啊，意外的横财，1000多亿美元。但是啊，挪威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大概只有31亿美元，这31亿美元什么意思呢？就跟那个波罗的海3国差不多，人家爱沙尼亚、立陶宛那么小的国家，这3年来给乌克兰的援助都是比这31亿的多。你说挪威作为既得利益者才给这点这么援助啊，所以欧洲这些国家啊纷纷的打抱不平，认为挪威啊太抠门。不过这次好了，这个前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好像是当了挪威的财长，对吧？那就看看这个斯托尔滕贝格能不能给乌克兰更多的援助。如果你给不了，那就是个嘴炮，对吧？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说这说那，你现在当了这个挪威的财长，你手上就掌握着钱，能不能想办法给乌克兰多一点援助？这是实际的援助。这个最近啊，泽连斯基啊接受这个英国记者叫摩根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与普京对话本身就是妥协。这泽连斯基非常硬气啊，他说我跟普京谈判本身就是已经妥协了，本来他已经立法了，不准跟俄罗斯谈判，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你现在跟人谈判就是妥协。他说啊，只要能结束战争，避免人员伤亡，我愿意跨越之前的立场。这个泽连斯基还说啊，伙伴国家当前提供的援助不足以把俄军从备战领土上赶出去，乌克兰需要通过军事和外交的综合手段收复失地。恐怕也正是泽连斯基这个表态啊，引起了捷克、丹麦还有波兰这些国家的这反弹，也就是他们看出泽连斯基啊愿意接受谈判，所以他们说乌克兰不能停火，一旦停火你就上当了。不过啊，这个泽连斯基他所谓的停火那是有很多前置条件的。他以前说了啊，要加入北约，如果不能加入北约，那你就先把我列到名单里，慢慢走流程，然后这边你派部队到乌克兰来维和。那这个方案似乎啊，这个俄罗斯人是不同意的，因为俄罗斯就希望乌克兰手无寸铁，对吧？等到我这边休养生息啊，调养好了，我再揍你一遍，彻底的把你吞并。他打的是这个算盘。那现在美西方态度比较暧昧，尤其是美国，对吧？在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事情上面，特朗普是不愿意的。那泽连斯基啊，马上也提出第二个条件，叫泽连斯基提重磅诉求，归还苏联核武器，部署西方特遣队。还是在这个摩根的采访中啊，泽连斯基向西方国家提出2项诉求，一是要求西方将苏联时期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二是要求盟友继续资助乌军，并在乌克兰境内部署西方特遣部队。大家看视频啊。What missiles can stop Russia's nuclear missiles? That is a rhetoric question. So let's do it the following way. Give us back nuclear arms. Give us missile system partners. Help us finance the 1 million army. Move your contingent on the parts of our state where we... 这个泽连斯基态度非常坚决，如果你不让我们加入北约，不保护我们，那也行，我自己保护自己，对吧？你把我的核武器还给我。当年可是在你们这些国家的协调之下、见证之下、保护之下，签了布达佩斯啊什么备忘录，自愿放弃核武器和战略导弹，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吧？你们都答应好了保护我，结果这个保护者啊，居然要侵略乌克兰，然后你们剩下的其他国家居然在那默不作声，给点武器还推三阻四的。从这点说啊，乌克兰是被这些国家给耍了。所以泽连斯基说的很直白啊，对吧？既然你们失信了，你们没有履行你们的义务，你不愿意保护我们，那我们自己保护自己，你把核武器还给我，战略导弹还给我。说到这个大选啊，泽连斯基说了，乌克兰的选举非常重要，但只能在热战阶段结束和取消战时状态后举行，也就是现在举行选举有很多实际困难。泽连斯基说，如果这是我们能为乌克兰公民带来和平而不失去人民的唯一方案，我们肯定会选择这种方案举行会议。泽连斯基强调啊，他对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感情如此无关，我认为他是敌人，老实说，我相信他也把我视为敌人。实际上呢，在彻底解决俄乌问题之前，在乌克兰搞选举啊，这个对乌克兰是十分不利的。有人就说了，那俄罗斯不选举了吗？这俩不一样的，对吧？你怎么能跟流氓比流氓？你比不过他，对吧？迪波老人说不行，明年再选一次，他还能选上，这难道有什么悬念吗？因为他把对手都给弄死了，对吧？对手吓得自动放弃这个竞选资格，你不放弃的就帮你放弃，然后再找3个陪跑的，完了竞选之前还普京作为总统还接见他们，然后这3个选手都号召大家
家选普京，你说这叫什么事？那这个时候在乌克兰搞选举，那只会在乌克兰制造分裂。本来现在乌克兰团结一致一起反抗俄罗斯的侵略，那么你只要一搞选举，那势必造成裂痕，这个不利于抗击侵略。再说了，这个时候普京的特务在乌克兰就起到作用了，很有可能会选上一个亲俄的领导人。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这个俄罗斯又一位大人物也有一位重要人物高坠，俄罗斯国防调查委员会法医中心负责人祖布科夫上校今天下午4点左右在莫斯科工作时从4楼浴室窗户掉了下来。这个很奇怪就是工作的时候在浴室的窗户掉下来。俄罗斯官方结论说这是意外，反正俄罗斯这样的事情很多。拜登就说过了，不要站在窗户旁边。拜登这个话说给普里戈金听的。这个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话了这回他说话不是批评普京了，不是说普京这么大冷的天出去视察也不戴帽子，对吧？万一脑子冻坏了，那是全俄罗斯人的损失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这回久加诺夫不是批评他，这回是给普京下 KPI， 恐怕是普京现在急哄哄的要和谈。久加诺夫看不下去了，他说如我之前所言，我们确实低估了特朗普，他一心只为让美国再次强大，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在正面战场上我们从未败北，但却屡屡受骗，因此为确保未来几十年的安全无忧，胜利是唯一出路，别无他选。任何所谓的和谈最终都将导致这样的结果，敌人从哈尔科夫直逼克里姆林宫，从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对克里米亚及黑海沿岸目标发起炮击，届时我们将既无安全保障也无片刻安宁，这种情况下绝不能让它发生。你看这个久加诺夫和那个梅德韦杰夫是一模一样的。人普京好不容易对吧盼到了一丝机会，就是特朗普愿意谈，现在普京使尽了浑身的这个招数在忽悠特朗普赶紧和谈。结果人家特朗普还没反对呢，这个泽连斯基也表示愿意谈，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出来反对了。你说这是什么事？这都是嫌普京死得慢，还嫌普京不够乱呢，这忽悠普京跟普京怎么说呢？说我们只能打胜一条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经常被骗未来的安全你现在谈这些和谈都没有用到时候他们就会从奥德萨进攻，从哈尔科夫进攻，我们片刻安宁都没有。总之告诉普京不要和谈，你就打到底。你看这个跟梅德韦杰夫不是一丘之貉吗？净给普京下 KPI， 给普京捣乱。普京这边急哄哄的要谈判，他那边说不能谈。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就得打到底，就得取胜。可见俄罗斯国内都是一些野心家在普京周围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盼着他早点倒台他们恨自己没有力量把普京扳倒，只能借这个乌克兰，借美西方的手把普京打垮。这时候普京准备退缩，不想打了，那行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也没忘记给黄俄下点眼药，让黄俄不痛快。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印度周二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采购反舰巡航导弹的合同。国防部今天在新德里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采购反舰巡航导弹合同，国防部长辛格出席了会议。这些导弹将大大增强印度海军潜艇舰队的作战能力。这个黄俄也不要紧张俄爹卖给印度的这个反舰巡航导弹理论上应该是针对美国海军的，所以没必要紧张。反正你无论印度它的目标设定是谁，你只要按钮一按下去，一发射导弹就不听它的，这导弹它只认美帝的这个军舰。你看俄罗斯人出产的时候就这么设置的，所以你想改不了。所以这个黄俄还是安心的，对吧？把心放肚子里面。最后再说点让这个黄俄添堵的。俄罗斯媒体继续炒作大国汽车品质差，指出大国一些品牌汽车使用2年时间就会出现锈蚀的问题，给出的图片似乎是排气管。就是前不久咱不介绍过吗？俄罗斯的一个评测机构把大国的新能源汽车给评的是一文不值跟欧洲的差远了。你看现在俄罗斯媒体继续炒作说大国的汽车品质差，质量差。总之我觉得大国的汽车在国内有问题，咱们小粉小红都不能揭露，对吧？你们要揭露呢就是不爱国，你们打击国产品牌。但是这个大国的车子在俄罗斯被俄罗斯的媒体揭露呢，这是小粉小红对吧？就面对俄爹的这些指责，只好沉默不言。谁让他是爹呢？被爹批评几句那都是轻的，没挨打就不错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